無論係素人定係名人明星，近年越嚟越多後生仔女，甚至係公公婆婆加入健身行列，keep 住 fit 爆嘅身形。操肌唔單止可以改善身體嘅線條，更加為我哋日常生活每個動作、姿勢提供更加穩妥嘅支撐。如果身體肌肉量及肌力持續減少，就可能引起肌少症。資訊由醫專會提供。患咗肌少症會點呢？患者可能會出現寒背、行動緩慢、容易跌倒，增加骨折風險，影響日常生活甚至自理能力。此外，由於肌力下降影響體能活動，就容易導致中央肥胖，增加三高，即係高膽固醇、高血壓同埋高血糖，甚至嚴重心血管疾病嘅風險。要點樣知道自己係咪有肌少症風險呢？咁你就要留意下以下嘅情況，會唔會感到困難？參考 SARCF 嘅問卷。第一，攞住大約10磅重嘅寵物，感唔感到困難呢？第二，從一個房間步行到另一個房間，會唔會感到困難？第三，從座椅或者床上起身，會唔會覺得困難？第四，行上10級樓梯，會唔會感到困難？最後，回憶過去1年曾經跌倒幾多次。如果5條題目加埋達到4分或者以上，就要考慮揾醫生進一步檢查啦。一般正常人嘅肌肉量會喺20到30歲時達到高峰，之後就會逐漸下降。喺香港，估計有近15萬名65歲或者以上嘅長者患有肌少症。除咗年齡變化、營養吸收不良、活動量下降、內分泌失調、腦神經疾病，甚至同癌症相關，都可能加速肌肉流失。要預防肌少症，首先就要保持運動，即使每日只係進行30分鐘嘅運動，已經對健康有好大幫助。而長者可以選擇太極、慢步行呢啲比較輕鬆嘅運動。另外，亦都建議每個星期至少2日進行低強度嘅抗阻力訓練，例如抬舉輕量嘅啞鈴、深蹲等。要留意，如果本身已經患有肌少症、體弱或者係長期病患者，就要問咗專業嘅醫療人士意見先至好做。飲食方面對改善肌少症都有幫助。首先要攝取足夠嘅蛋白質，以體重60公斤嘅長者為例，建議每日攝取大約60至到72克嘅蛋白質，包括豆、魚、蛋、肉類以及乳製品等等。長者可能因為牙齒咀嚼功能變弱而較少食肉，可以用蒸蛋、豆腐呢啲軟質食物取而代之。另外，應該戒煙同埋減少飲酒，以免阻礙肌肉蛋白質形成，加劇肌肉流失。亦都要補足維他命 D， 強化骨骼同埋肌肉。例如每日曬大約15分鐘嘅太陽，或者係從飲食中攝取，例如三文魚、馬膠魚以及蛋黃等等。Evus 5大王牌，全方位關心你嘅健康。養心之寶，豐富 Omega-3 脂肪酸，雙重膠囊技術，100%挪威製造，信心之選。全系列產品於官方網站 HKTV Mall 有售。想睇更多醫專會製作嘅影片，就即刻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啦！